斜线春节9天连假，如果只能追一部剧，诚挚建议就看这部吧。短短24集，外加3集番外篇，非常适合春节连假，合家观赏，老少同乐，男女朋友一起看更好。一边看一边回忆，拷问以前交过哪些女男朋友。独家记忆改编自畅销小说家木福生的同名 IP 作品，讲述大学女生宿舍同寝室4个女生，3英文系正1环境科学系，4种截然不同的个性，谈出你我都很熟悉，或多或少亲身经历过的恋爱故事。4个女孩有学霸准备保研，也有翘课忙追星的，考前抱佛脚，床前吃零食聊八卦，几乎快遗忘的大学点点滴滴，在这24集里都有共鸣。因一起考场作弊的误会而成为冤家的物理博士生木成和、张超氏与女大生薛彤、李婷婷氏，没想到2人后来成了师生，还开启互整模式。例如女主角捡到男主角的储值卡就揪室友买零食花光光，男主角则选薛彤当俄语课代表拼命刁难，渐渐地2人暗生情愫。相差10岁，一文一理，一热一冷，2个人吵的架已经算很少，但后段还是因为论文实验而面临分手。男主角木成和天生自带电眼，酒窝更是迷死人，偏偏美男子的范儿就是我这辈子最哈，却从未能遇上的理想型。不过理工男不浪漫是标配，初期听他讲公式数字会很崇拜，听个半年1年，我应该也会跟女主角一样觉得人不如实验般失落。失去之后才想珍惜挽回，木成和该怎样赢回薛彤的心。第2对是火辣辣的姐弟恋，热情活泼的白灵、张氏与小2届的游泳队学弟钟强、龚瑞士一见钟情。家境优渥的白灵是公主性格，虽说钟强也是任由她予取予求，百依百顺，但吵吵闹闹中，最后还是踩到男孩子的底线。幸运的是，白灵身旁一直有人默默付出，耐心等候她。本来看这段恋情时，只觉得小情侣打打闹闹很有趣，但看到最后，竟看到自己任性傲娇的影子。因为我现在 EQ 很好，不会无理取闹了呀。正在读大学的女儿则是最喜欢钟强，废话，叫他往东不敢往西，这种男朋友当然好啦，但也仅限于青春年少不懂事的时期啦。过了这村，出后就没那店了。冷静高傲的赵小棠，孙嘉玲是理工高材生，又是网拍名模，追求者众，但她总能分辨对方是真心喜欢还是觊觎美貌。在遇到当初弃她出国进修的初恋男友穆海、李九霄是穆成和堂弟时，还是一头栽进去，2人合力创业，进而走入婚姻。但结果，冷艳型的美女，听说是大学男生的理想型，远观很令人憧憬，但性格太强烈，往往在爱情婚姻道路上容易跌跤。赵小棠就是这样的个性，遇上有极强自尊心的穆海，无疑就是2颗不定时炸弹。爱得轰轰烈烈，分得也干干脆脆。超级学霸标准乖乖女的宋琪琪，郑玉丽是高中时爱上同乡书店老板萧正，方文强是大3中逢时，萧正已婚，内心澎湃的琪琪无惧后果，一头栽进去，果然被正式带到，琪琪被迫休学。感觉是职场中才会遇到的情感难题，这几个女孩提早面临。赵小棠自己的妈妈也是小3，成长过程饱受歧视，
他以过来人经验力劝其回头。乍看独家记忆4个字配上剧照，一群年轻人。再看第1集考试作弊被抓到，女主角的强硬态度，跟原本认知中的大陆妈宝们没啥两样，差点就要弃剧。老戏迷如我，最怕看那种青涩脸孔与演技，举手投足、喜怒哀乐演来都别扭，满满胶原蛋白都留不住我的目光。但进入第2集，岂只是柳暗花明，根本是进入新天新地，开启我对大陆校园剧的另一双眼。这批新生代演员，没一个我叫得出名字，但这剧本经由他们流畅的阐释，自然的就像我的大学回忆录，那个任性爱吵架的白灵，老忙实验的沐橙和，忠厚老实的李师兄，一集接着一集，连我那读大学的女儿也是2天追完全剧。新春新气象，看完这部剧，保证心情曲线会往上扬。